眼下正是冬闲时节，但真巴村里却冬闲人不闲，群众依旧忙着抓生产。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白马细心修剪养护院子里的梨树，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收成。我们每年给果树修剪指甲，就是为了下一年果实产量更高。不修剪指甲的话，它一直往上长的话，这个影响果树嘛，就会容易干掉。然后我们每年就要修一点，那些果树，果实不怎么样的话，就会嫁接。忙碌间，驻村工作队员为白马送来了一份惊喜。这里是2700，你可以数一下。前不久，通过驻村工作队的帮助，白马将家里最后400多斤苹果销售一空，这笔钱就是苹果的销售收入。2018年，根据村里每户都有种植少量果树的实际，真巴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，向有关部门申请苗木，种植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。如今，真巴村的庭院经济成了群众增收的新渠道，为居家妇女开辟了新的致富天地。那边的话就是2颗黑布朗姐，然后中间是苹果，这边的话都是梨子。现在一共种了20多棵，家里面的那些果树全部都加起来的话，一年能卖个2万左右。抖音、